今日去赤柱有車，呢個係6X，自己咯，係咪啊？係啊，淺水灣。冇錯啦，今日搭6號 X 又由皇后大道東經過呢個香港仔隧道，再跟住去到深水灣、淺水灣去赤柱啊！犀利啊！呢個行程今日只係用咗11個7啫，就可以由灣仔入到赤柱啊！而家見到呢個就係石刻教廟啊，印度教嘅其中一個教廟，入香港仔隧道啦。嗱，今日同大家慢慢遊車河啊！海洋公園即係家姐同細佬嗰度住啊，跟住轉過嚟好快啫，深水灣啊，俾大家睇下呢個深水灣啊，富豪之地啊，呢度係屬於香港嘅南邊港島。今日遊車河同大家慢慢遊下，過咗深水灣就輪到淺水灣，法拉利嘅銷售中心，跟住呢啲傳統嘅豪宅慢慢睇啊，真係過癮啊！今日只係用30蚊唔使啫，起碼同大家玩3個鐘頭以上嘅時間喺香港南邊遊車河啊，好快啊！咁就嚟到赤柱啦，請大家準備落車啦！咁呢一程車都成個鐘頭噶。喂啊，肥妹幾多年冇嚟啊？冇錯啦 ，KK 同埋女主角都唔知幾多年冇嚟赤柱啦。呢度就係赤柱大街，以前嚟做咩？拍拖咯，拍拖聖地嚟噶嘛？呢度係我哋今時唔同往日啦，變咗好多啦，有好多新嘅設施啊，美利樓都搬咗入嚟啦。嚟到赤柱，其實最懷念就當日我哋拍拖聖地食嘅餐廳咯。你睇下呢間黃屋仔，頭先見到嘅，加埋呢啲後起之秀，呢個美利樓，連個碼頭都搬埋入嚟啊！以前喺中環嗰度啊，我哋又搭車走咯，跟住我哋搭車經過香港仔，再跟住西隧返去尖沙咀啊，18個1就搞掂啦。巴士嚟啦，973一程車又成個幾鐘頭，經過翻淺水灣真係靚噶。跟住望到啲豪宅，再去到深水灣，然之後呢度就深水灣，望到後邊嗰度就高爾夫球場啦，有錢人嘅地方。再望翻轉頭成個香港仔俾大家望到啦，連埋鴨脷洲啊。跟住好快我哋會出翻去西隧啦，經過西隧就翻去尖沙咀啦。全程加埋都係29個8，你話香港唔抵玩？性價比好高噶，大家記住呢段片啊，擺落個收藏度，下次離開香港玩記得試下遊巴士河啦。今日係咁先啦，我哋拜拜啦。